8,000亩啦，800亩。我对这个人工的供用的budget 8,900萬。誒，我8億。如果其實เรา農地綁的約，เรา農地票跟。你當邊啊？好冇吼？邊鍋就夾啦。但是我們這個池上139你們不適合。是啊，可是。成功的程度。还看嘞。厚厚一叠。厚厚一叠。我单单那个英文看不懂的英文从开始写。来自你扣马来穷哎。啊。扣马来穷哎。四线。哦，我是4线的。然后讲和你那个东西的。对，没有关系。啊，收到你个慈父亏是大块了，亏是都亏是突多几突多，他们突多可以考试钱。这我爸爸。讲下较这个人爸爸讲啊安尼，同我爸爸安尼讲个客话，像啊那么个就 I don't people 我没有听过，好，帮没有问我爸是嘛个 under I don't people， 我爸爸还听不懂。后来是螳螂嘛，是我这个阿列家公，我问他跟我说什么嘛个 under I don't people， 跟我都长那个螳螂。安尼讲下只啦，客话迄你个带，你做唔得蒙本，尤其是咧哈。所以唔好讲屁屁啦，像我哋班人来讲，都存到老人家比不卡听听。有上就讲俩张出世个啦，也还讲去家生意个，都太咧同你拢去北埔啦，同你拢个是不去做条路的嘛，是条路做条路去嘞。讲客话个人个机会真少，那上次一般他做了，你来去讲，伊还讲不轮转哦，就是还听不还他们是讲来讲嘛该，就是有一种感慨，就是讲。你个客话无听错，都你都挨，唔讲都挨俩推啦，都挨个下推，都差不多要脱产嘞。挨可能根据这个慈父案好起来，挨生意那有赚来吼，就讲加了个机会，然后搞起，然后去讲吼，哦，你迄挨算讲挨个挨白眼的，唔是讲挨个，这是客语的精华。你本条挨个想法是讲挨好起来。就成讲的种，莫讲这种有多大的志向啊，这种推下来，我哋池上有个区域就好，哦，迄讲有个机会，哦，可以讲做得讲将来好，来低个搞本你客家人，哦，不要说多爱哋差不多脱产，这种啊，还有讲啊，还有说我懂的，我知道，哦，我第一客方用版讲，还有那个机会可以传承给下一代，因为国语。太普遍了。来当无论迄游客，也迄讲你即个本乡人都来了呀嘛该，讲有个机会，讲到客话个机会，真有样，真少，真少。种上次一般下读到我乡镇，比如讲桃园啊尤其迄个苗栗桃园，个宜农，好像较少。一般个跟个行业游客来到俺哋个那个原乡馆来讲，唐语讲到客话我那个感觉真给冇朋友，就会有一种欲窝蜂，居然跟他聊都要老去讲客话那种感觉这样子，那种聊讲你客话那种个感觉呢，太有亲切了。讲困难是唔会啦，就是有条个讲较深，唔是谈讲个有刚刚透过这个音标，真嘅，然后讲到音标来讲啊迄矮是，比如一般跟你客语的那个跟词赋，就中间那个，你下去了半页啊，可能不下10本有了。是英文的你咯，有没有？就跟这个上面这样，一个字一个字写。然后你那个音标的注意的那个注音的第一是一样。比方温，无恩温的那个这个温，就把它旁边注一个稳，然后温低清音的稳温，